疑似沙士，保定300軍人要隔離。內地當局否認保定爆發沙士，尋日又派全國政協發言人趙啟正出嚟消毒，解釋252醫院疫情係由腺病毒引起，冇危險，亦都唔係非典。但係蘋果記者尋日去到保定直擊，發現252醫院傳染病區被封鎖。03年嗰陣，呢度係收治沙士病人嘅重地嚟㗎，病區嘅住院部就有戴口罩嘅軍警把守。記者打算闖關嘅時候，門衛就話入面大約有300個軍人正喺度接受隔離，唔可以進入院區。據附近商戶透露，10幾日前，解放軍精銳部隊第38軍陸續有士兵感冒，最初送去附近嘅河北省榮軍醫院，但後嚟越嚟越多人受到感染，引起上頭注視，於是封鎖成個團。直至1個禮拜前嘅傍晚，就有幾百個士兵被車到252醫院隔離，聽講已經有2個人死。傳咗咁耐，除咗疾控中心非正式發放消息，確定致病源為55型腺病毒之外，國家衛生局同解放軍總後勤部一直都冇出嚟解釋或者澄清。內地市民更加係完全唔知道咩事，而本部就收到北京消息話，當局其實至今仍未查出病因。